闽南话俚语应该怎样讲？怎样写？俗语话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俚语礼谚，指流传已久、通俗且广泛使用的定型短句，反映出生活或人生的经验与愿望。俗语话讲，一好甲一歹，无两好相排。俗话说，一好配一坏，世上的事情很难两全其美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